南區市昆新龍山市莊文金的跋杯比賽，參加的人數會講一檔比一檔成大。今年活動對29暝開始，就吸引真濟信眾到場參加。民眾只要添油香100塊，就有一屆的跋杯機會。連續3個聖杯等個進入決賽。對29暝到正月初5，總共吸引上萬人來參加。入決賽的大約有2800位。在初六，清水祖師聖誕來舉行決賽，整個廟前是客滿人潮。隨着聖杯的杯數愈踏愈懸，原本上講5個聖杯都有機會得到獎金，一直到後來出現8杯、9杯到10杯，競爭相當的激烈。後來，有一名少年的媽媽以着15個聖杯摕到第一名，抱走30萬的獎金。就想說過年來拜拜，然後祈求平安這樣子。那30萬要怎麼利用？目前想以小朋友的教育基金為主啊。今年啊，這個辦這個轉運金哦，總共有差不多有超過1萬人以上，非常的熱烈。那麼咱這次的個第一名30萬由着咱規人咱這個信女來報到，非常的歡喜。因為會當來做一個小朋友的基金啦，真好真好。非常熱烈。主要有來跋杯，有來這大家做講求福的，大家攏有福運，大家絕對攏有福運一切攏會平平安安。會當安尼大家今年攏會當行大運，賺大錢。你第2名10杯得到10萬塊，第3名9杯有36000塊。第一次跑到那麼多的杯數，對，第一次來，在網絡上看到第一次來，就很開心。心情怎樣？很緊張，手都會抖，手很抖啊。因為前4名只敢各取1位，但因為第4名有3位攏是8杯，後來經過 PK， 有了1名陳女士來勝出。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。